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适、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靜老師。今天胡適突然又來了個反抽，三大指數都是高開高走，然後震盪一路走高。截至收盤，滬指漲0.87%，深成指漲2.3%，創業板指數漲2.84%。雖然都漲了，但是都沒有收復昨天那個陰線。昨天下跌，滬指是跌了2.幾，今天反彈只彈了0.87%。最主要的是，昨天是放量下跌，今天是縮量反彈。今天這個成交量比昨天又少了6000億，但是這個個股還是比較活躍的，反映出有一部分資金還是在裡面搏殺。3869家上漲，1509家下跌。我看了一下，如果你買的是硅基相關的股票啊，那就是就像猴市一樣的上蹿下跳，昨天暴跌，今天又暴漲，非常刺激。這個節奏你要踏得好了，那挺能賺錢的，因為它波動非常大啊。昨天來個暴跌跌停，今天還有來漲停的。但是如果你買的是碳基相關的，那你就完了。昨天下跌的時候它也跌，今天反彈它不彈。很多股票都這樣，大家自己去翻一翻看看。你看，比如說茅台，白酒裡面主要是茅台、五糧液這些，你可以看一下，代表消費的。昨天下跌的時候它也跌，今天反彈，不好意思，人家不彈，還是跌。比如萬科，比如什麼上海建工，下跌它比別人厲害，漲的時候它漲1分錢，要麼不漲，要麼再跌點。很多散戶拿的都是這種股票，非常鬱悶。但是看着硅基股票很熱鬧，但也不敢參與，那玩意兒漲得死貴是吧？是刺激，但是很多人不敢去賭博啊，資金確實都在往那兒扎堆。今天我看網上有個人分析，當然不是人分析啊，是媒體新浪證券說散戶大本營連續漲停。這個散戶大本營指的就是京東方，我只是看這個報道，我不是推薦股票，大家不要搞錯了。他說這個京東方是散戶大本營，好像這2天都漲停吧。在這篇文章看來，他說周四周五的 A 股行情連起來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無差別下殺，結構性修復。也就是跌的時候都跌，無差別下殺，但是反彈的時候是結構性的，也就是有的彈，有的根本就不彈。他說，而回顧周四盤後到周五的前這段時間，各方投資者逐漸發現，消息面沒有顯著利空，基本面和資金面1-2天內也沒有太大變化，而技術面不少板塊被突發急跌砸出深坑，情緒面周三周四個股普遍下跌，已出現小冰點。基於上述條件，在預判周五行情時，不少人已想到今天盤中至少有弱反彈，但對持續性存疑。這個文章還說，今天的修復仍是結構性修復，把全 A 平均股價2天的分時圖連起來看，不難發現，儘管今天有超過3800家收漲，但該指標實際價位尚未回到周四的零軸。什麼意思？就是今天的反彈，這個平均股價並沒有回到昨天下跌之前，那就是彈，昨天一跌，今天一彈，大部分人那個賬戶還是縮水，縮水還不少。那誰掙錢了？巧了，今天又有媒體報道說韓國人掙錢了。咱們這股票一跌一彈，韓國人掙了錢，你說這叫什麼事？說財聯社5月22日訊，昨日 A 股大幅回調，但韓國投資者卻逆勢買入多個優質標的，開啟抄底模式。韓國證券承託結算院數據顯示，5月21日 A 股下跌期間，韓國投資者淨買入規模最高標的是華夏中證機器人 ETF。淨買入金額321萬美元。此外，華泰柏瑞滬深300、華夏半導體芯片 ETF、華夏科創50 ETF 等多隻產品也獲韓國投資者加倉。個股方面 ，PCB 龍頭叫新森科技，昨日獲韓國投資者淨買入273萬美元。電子元器件細分領域龍頭風華高科獲韓國投資者淨買入272萬美元。什麼意思？那意思就是昨天咱們滬市暴跌，人家韓國人抄底來了，買了很多咱們的股票和 ETF。那今天你就反彈，韓國人賺錢了。實際上多多少少帶自吹自擂的意思。
什麼意思？也就是我一直說，胡适沙灘上建高樓，往上他没有信心，因為知道自己是在講故事；往下他不甘心，就这么一個趨勢，是吧？走起來別別扭扭。那總要講故事，你要往上漲，誰買？就跟樓市一樣的，你漲幾倍，誰接盤？你手上這些票子，你說好，機器人又是算力，又是人工智能硅基，是吧？把它炒了3倍，誰買？誰接這盤？敘事邏輯，你們這些散戶不接，是吧？你這些韭菜，你把錢存銀行不動，怎麼忽悠你都不來接盤，是吧？那好，現在韓國人來接盤，就這意思。韓國人炒自己的股票掙了大錢，人家不在乎，是吧？人家炒海力士、炒三星賺得盆滿缽滿，拿着錢來抄胡適的底，來接胡適的盤，變成這麼個故事。你還不着急嗎？你還把錢存銀行，還不來買嗎？再不買，韓國人買了，制造一種恐慌情緒。說來說去就是忽悠這個沒有入場的散戶，趕緊入場，再不入場讓人買走了，韓國人占便宜了。但是政府顯然對這種新聞還是抱有警惕性的。為什麼？有很多人不知道，胡適實際上是一個封閉市場，很多人炒到現在都不清楚，以為胡適是全球多牛的一個市场，它是個封閉市场。封閉市场是什麼意思？你外面的資金想進來沒那麼容易，裡面的資金想出去也沒那麼容易。也就是美帝、韓國人、日本人看好你的市場，想來買的很困難，他只能買一些外盤，直接參與你這個市場投資那是不可能的。資金想進來那有額度，要審批，要什麼 QDII 什麼 QFII 一大堆的，那是有額度的，你只能買外盤。外盤是什麼意思？就是新加坡什麼富时看漲看跌那些東西。同樣，你小韭菜手上有點錢，想去買美股也不容易，資金想出去也很難，各種不方便，你得借道。所以說咱們不是一個開放市场，瞎吹。所以不要一聽說外資外國人一看好咱們胡適就瞎激動，沒有用，遠水解不了近渴。咱們現在總市值大概130萬億，你說外資能占多少？外資能占1%，這算多的，1%可能到不了。所以你看，這個證監會立馬出手，嚴禁境外機構以任何形式在境內非法提供開戶和交易服務，並設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業務。5月22日消息，近日經國務院同意，中國證監會、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市场監管總局、金融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國家外匯局等8部門聯合印發綜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實施方案。我就不念了，大家心裡有數。反正你錢想出去炒美的的股票，還是说外面的錢想進來炒咱們的股票，一律統統都要受到監管和整頓。那不是你想炒就炒的。很多人說我在定投美股或者納斯達克什麼 ETF 或者指數那些東西，你最好渠道要合法，弄得不好变成本來你只是賺點小錢，結果還變成違法了。那我們再看看這個國家隊什麼動向。這個網上一則小作文，彭博社說，近日發布一份研究顯示 ，A 股國家隊計劃在今年上半年將持有的 ETF 份額削減約90%，那不就是清倉嗎？那不就是上半年，那就還6月1個月啊。研究認為，中央匯金投資等國家隊成員減持 ETF， 從長遠來看可能是利好因素，因降低了進一步拋售的可能性，就一次把它賣掉，免得他以後要賣，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頭上。你說这叫什麼話？反正也就是國家隊，你要認為這個股市要漲，國家隊賣也是好消息，利好；國家隊買那更是利好，就是這個意思。你要認為股市要跌要暴跌，那國家隊賣那肯定是利空，他都拋了，國家隊都跑了，提桶跑路。那國家隊買那買也是利空，就是說明這市場不行。所以說這玩意兒看你怎麼看。那彭博社認為國家隊6月之前，就是6月底之前要清倉 ETF， 這還是好消息。說全部減持至少需要8周時間，但預計持股規模將縮減至約90%，使其持倉比例低於披露紅線，這一點十分關鍵。說多數主權財富基金不願對外暴露操作動向，因此相關機構不希望自身出現在上半年財報的股東名單裡，也就是6月30號那個名單裡面。
他們要隱身。摩根大通中國股票策略師認為，儘管 ETF 出現贖回，但整體市场指標依然非常強劲，流动性并未受到显著影響。這是一個積極信號，表明市場支撐韌性正是內在的自我維持的力量，即便一些投資者想獲利了結。相比較國家隊贖回，還有一些私募也在面臨着被贖回。誰呢？就是私募魔女李貝。說這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私募魔女李貝2度喊話，任男組資金離場，半夏投資管理規模縮水至50億元以下。我都覺得奇怪，居然他還有50億元的規模，為什麼呢？根據中基協最新数据，私募魔女李貝掌管的半夏投資最新管理規模已從50億元到100亿元，进一步回落至20亿元到50亿元，下了一個檔次，降了一個维度。這一變化发生在旗下產品淨值大幅修復，甚至創出歷史新高的背景下，凸顯出投資者在經歷長期浮虧後的回本離場心理。與此同時，半夏投資的創始人李貝在官微以及公開場合持續輸出鮮明的市場判斷，從地產拐點到黃金清倉，觀點犀利且前後一致，但這些專業身影似乎未能留住資金的腳步。在規模連續下台階的背景下，半夏投資官方微信公眾號保持着高頻且鮮明的市場觀點輸出。2025年6月，李貝在自我剖析文章《我錯過了什麼，做錯了什麼》中坦誠回顧了過去2年的失誤，但未因此動搖自己既定的投資框架，明確表示不會用較大倉位投資不擅長的科技、新消費和醫藥領域。這是2025年6月，也就是1年前，他說了不投科技，不投醫藥。那你看看這1年來哪個漲得最火啊？就是科技。所以說半夏投資是完美的錯過了所謂的牛市，也就是他在這個牛市裡面躲。在最為人熟知的地產判斷上，李貝展現出持續的定力。早年他就提出地產股是10年一遇機會，儘管這一判斷在隨後的市場環境中遇到一定壓力，但他始終未改基調。2026年1月27日至28日，半夏投資官微連續發布關於地產大拐點確認的等系列深度研究文章。所以說他這個產品規模從50億到100億這一檔掉到20億到50億這一檔，說明什麼？說明大家把這個都贖回了，不讓他理財。我能理解，因為他的觀點，房地產，賭房地產，你說這一次牛市跟房地產沒關係。咱們一直說這次所謂的指數牛市，也就至少後半段，前半段指數牛市，說來說去就是銀行、金融股穩住指數暴拉，那金融股不停的創新高，就是銀行股权重大，不停的拉創新高，把指數穩住了，指數牛市。那後半段，那現在講的不是銀行了。銀行雖然還在創新高，現在講的是硅基，什麼 AI 大算力算法，你跟這個不沾邊的那都是在跌。現在就分成簡單 AI 板塊和其他板塊，就這麼簡單。如果你沒有配置 AI 這一塊，沒配置什麼算力，什麼半導體，那你那心就是哇凉的，每天看着指數漲，但是你在縮水。那你說你買了李貝的這些理財產品的，你心裡能不急嗎？對吧？你這玩意兒在縮水，人家在那天天漲，所有人一碰见都問，現在股票漲得不錯，聽說你也賣股票了，你沒少賺吧？結果你心裡的比那刀子挖的還疼，扎心。明明你買了股票是不是啊？你買了參與了，你居然在賠錢。親朋好友若相問是吧？聽說今年是牛市，應該賺了不少錢吧？那麼早就買了股票，買了那麼多錢的，你說你怎麼回答？這些私募不光是李貝，還有什麼林園。因为他是死守着茅台，现在茅台的股价我看了一下，从4年前就開始陰跌。你說茅台不好嗎？茅台說白了，它是胡市裡面難得的還算不錯的企業，因為人家在分紅，正經賺錢。茅台人家股息也比較高，算是不錯的，對不對？但它為什麼會現在這麼個局面？在胡市這種生態環境下，即便是個不錯的股票，也會被這些基金私募投資人給玩壞。為什麼？這就是基金私募，他們叫抱團。什麼叫抱團？以前咱也說過是吧？
他是为了自己的估值，为了自己的市值，都抱茅台，貴州茅台叫基金抱團股。我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我有100億，我發了個100億的產品，但是這是誇大了，比如說20億的產品，我可能買的就是茅台，或者一大半買的茅台。等我發第2支產品的時候，我還去買茅台，等到發第3支還買茅台，這叫抱團。等到我這個第1支到期要贖回，是不是啊？是可以贖回的時候，有人要贖回，一贖回我就得賣茅台，對不對？我賣茅台的時候，我又開始發出新產品，又買茅台。你相當於一個基金公司，它持有茅台的這個份額它不變，或者還在不停的增加。所有基金公司都這麼幹，都抱團，加上茅台本質上也還可以，是吧？所以說它股價就一直往上走了10年牛市。那現在大家都在拿腳投票，都在慢慢的在往出跑，因為要去追什麼硅基的股票，所以現在硅基股票恐怕也是在抱團。如果你要買茅台，那你就等着，反正陰跌。我們再看個新聞，這個是新浪微博的 CEO 叫來去之間，他發了個帖子，他說他媽早上說 AI 現在很好，他說昨天推薦的股票買對了，讓賣的股票也賣在了高點。這個來去之間說的，就這個新浪微博的 CEO， 他說我大驚，問他 AI 咋推薦的，他說老媽說每天早上都讓 AI 推薦幾個股票，然後每天都在問問 AI 手裡的股票後市如何操作。也就是說，這個新浪微博的 CEO 他老媽現在都用 AI 在炒股了，而且據說戰績還不錯，賣的都賣在了高點，買的也買對了。你說這叫什麼事？不知道胡一金老師有沒有學到用 AI 來炒股？最近有部電影叫《監獄來的媽媽》，我當然沒看過，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是啥，但是網上炒的還是比較熱鬧的。我看胡一金老師連發了好幾個微博評論這個電影。他5月19號他說，電影《監獄來的媽媽》引起網上激烈爭議，看樣子要撤檔了。這部片子雖然是經過正式批准拍攝的，但從報道看，它存在多個問題。他做了虛假宣傳，謊稱主人公本色出演自己的真實經歷，但其實這個改編故事，演員本人用水果刀捅死丈夫，並非由於遭到家暴，而是因為一般爭吵。通常情況下，老胡是不主張一部電影的命運由輿論來決定的，輿論往往很激烈，容易突出放大一方面的問題。之前已經有過網上激烈輿論導致將公映電影被封殺，以及整檔娛樂節目停播的情況。我的總體意見是盡量包容對待文藝創作，能寬則寬，這對文藝繁榮，對維護黨領導憲法秩序下的社會寬鬆和自由是有好處的。但是具體到《監獄來的媽媽》這部電影，各方批評指出了它的多個問題，特別是女演員作為服刑人員拍故事片的資格問題，涉嫌違法。胡一金老師打了個括弧，他說我認為都是成立的，至於這些問題是否構成封殺他的充分理由，我主張由主管部門定。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案例，但由一名殺人犯本色出演在監獄裡接受改造以及重回社會的全過程，服刑期間就開拍，這樣可以嗎？有關部門應該有權威結論。如果有關部門決定下架這部電影，老胡是不會反對的。但是我也看到一篇10萬加的文章，主張守護家園，從抵制這部為洗白殺人犯的電影開始。我覺得它太激烈了，我覺得這部片子肯定有問題，但不建議輕易搞誅心之論。再說一遍，網上反對理由都是成立的。這部電影使用演員在尺度、在法律道德方面值得爭議。如果有關部門決定下架它，老胡不反對。這胡一金老師帶着個鋼盔來評論這個監獄裡來的媽媽，可以看出胡一金老師小心翼翼。因為這個電影你支持也不好，反對也不好。這胡一金老師小心翼翼，希望社會寬鬆和自由，藝術作品應該寬鬆一點。這胡一金老師，你看他表達一個這個意思，後面也說，如果是有關部門要下架他，我也不反對。為什麼？他確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所以凸顯胡一金老師這種矛盾的心態。後面這個胡一金老師昨天又發了一個，他說上海市電影局決定停止上演《監獄來的媽媽》，這一決定順應了輿論的呼聲，相信會受到歡迎。中國各領域的管理機關對有關廣泛一致性的輿論意見往往是尊重的，
這已成為群眾路線在互聯網時代重要表現之一。另外，上海市電影局指出，該片在申請、備案、立項及報審過程中存在違規行為，除停止上映外，還將依法依規嚴肅查處。我也不知道這個電影是什麼電影，沒看過，了解也不多。但是一部電影引起這麼多人的爭議，這個我就比較有意思。我們要分析這種現象，包括胡錫進老師都要小心翼翼評論，戴着個鋼盔，穿着防彈衣。所以我們要去剖析、去分析為什麼會造成這麼一個現象。不過一部電影而已，難道它真的有那麼大的威力嗎？為什麼一部電影搞得大家如臨大敵，大家深惡痛絕？有人反對他的人深惡痛絕，但贊成他的人覺得挺好。為什麼一部電影會搞成這樣？就是一部藝術作品，我覺得這個是要探討的。首先，我對這個制片方、對這些導演，我有意見。什麼意見呢？就是說這部電影你要把它分清，你要在宣發的時候就要告訴大家，這個是藝術，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是加工而成，它不是紀錄片。雖然裡面有很多巧合，這個主演他就是個殺人犯，這叫巧合嗎？雖然裡面某些情節跟真實生活中發生的有點像，但那畢竟是經過提煉加工的。所以說你宣發的時候就應該要告訴大家，我這個是一個藝術加工，或者你不說藝術加工也行，你沒有必要把自己往紀錄片上去靠，或者讓人家產生歧義，讓很多人產生誤解，認為這就是生活中這個片子就是這樣的，真實發生的這個事情，那是你宣發，你是故意誤導，引起輿論的關注，人家輿論在這裡挑刺兒，你不說是真實的嗎？對吧？你不是說這個都是紀錄片嗎？類似紀錄片就這意思，你反映的真實，那人家就要挑着毛病，沒錯。所以我認為它是宣發有問題，你只是一個藝術作品，就像很多人把《三國演義》跟《三國志》跟真實歷史他分不清。所以你就要不停的介紹，你要講的人就告訴《三國演義》是演绎，它是文學作品，它是虛構的，它是叫張冠李戴，它就是驴唇不對馬嘴，人家就是藝術加工的，你不要把它跟歷史去套，对吧？就這樣，人家好多人還是理解不了。那電影也一樣，電影它就是藝術加工的，你雖然生活中有這樣的事，但是畢竟不是原封不動的展現生活中某個案例，不是紀錄片。我覺得這是一個。第二個，為什麼會形成這麼一個現象？那說來說去還是你不停的把這人腦子洗秃了皮。你從小搞的是什麼個教育？洗腦教育，不知道邏輯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理性是什麼東西，所以一部電影就會變成如臨大敵。因為這些人他腦子洗秃了皮，他很容易就接受，單向就接受了，他馬上就会這個電影呢，他就變成一個非常強的一個說教，是吧？有很多人就擔心，你這電影一放，那還了得？那這幫人受眾一看，是吧？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擔心，大家這個受眾啊，這腦子比較簡單，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他沒有辦法去理解這東西，說去理性的看待，沒有教會。所以說，那問題來了，就為什麼觀眾不能理性看待這些東西？這問題出在哪兒？還是出在胡錫進老師這種人嗎？胡錫進老師自己有他的一份功勞，胡錫進老師搞宣傳搞了一輩子，不就是做這事嗎？就負責跟人洗腦子，所以他現在退休了。有的时候偶爾說點人話，但是不知道這些孽都是他造下的，有他的一份功勞。如果大家都是理性，都是有獨立思想，有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獨立思考，你什麼電影你也只能影響幾個人，所以我們就沒有必要什麼如臨大敵的電影好壞你自己判斷去，自己去評判。你覺得好你就花錢看，你覺得不好拿腳投票，根本就不去看，都不去討論。所以當一部電影變成這樣的，都挺嚇人的，喊打喊殺，那就說明已經出問題了，整個社會是一種非正常狀態。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